过来消息来看，要晚年咯，诈骗是愈来愈多。高雄查到一个诈骗集团，因家己开发一个假的投资 App， 伫社群平台刊广告，怪民众来加来，甲因用这个假的投资 App 来买股票，有21个人受害，哄骗超过1亿。警方嘛抓到20个嫌犯。特勤专股装备进入台南这大诈骗集团的据点敲吹，警方是对去年3月起，小刷伫高雄台南发现，德联邦红人过世半的查甫人，透过家己开发的假投资 App Trade 拐民众投资股票，佮专工找报案底少年人来做车手，闪避警方的调查。警方表示，因除了伫社群平台刊广告，佮有专门的客服人员来安打民众，然后透过后台去改数字骗民众有趁钱。初步估计受害者有21人，诈骗金额超过1亿。潘姓主嫌和邱姓干部等20人查缉到案。现场除了查扣办案用的自小客车和手机，我们还收到了印有帮派标志的红包袋。全案依涉嫌刑法诈欺、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刑事局南大中心是撞到一个诈骗集团，那高雄高山分局是接到报案，讲伫个喇叭底公园看到有人 QQ66拿像是手夹，警方赶到据了解，一名55岁姓吴的查甫人讲伊的手机互抢去，警方调查想要到煞意外查出，根本毋是抢劫，而是诈骗集团家己抄白白去冤家。吴男取得赃款后，与同团2名共犯黄男、李男发生纠纷，2人强行取走吴男工作手机后逃逸。除了抓到其他2名嫌犯，也找到87万的贼款。根据警政署的统计，114年诈骗手路报案上济头3名是网络买物件、假投资甲交朋友。关市受理报案的头3名是新北、台中甲高雄。警方提醒民众只要登到科技的人事物，拢会当先卡165查证，避免受骗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